正當大家以為霍汶希從此以後能賺錢賺到手軟嘅時候，艷照門爆發咗。2008年初，一場突如其來嘅艷照門，讓整個香港娛樂圈陷入咗史無前例嘅混亂。幾乎一夜之間，幾百張不堪入目嘅照片被瘋傳，涉及嘅都係英皇旗下嘅當紅藝人陳冠希、阿嬌、阿莎，甚至謝霆鋒亦被牽連其中。嗰幾日，霍汶希嘅電話幾乎冇停過，從媒體、警方到廣告商，每一個人都喺度逼問英皇嘅回應。所有人都睇住佢，等佢出招，因為只要有一步處理不當，英皇10幾年嘅金字招牌就要砸喺手裏面。嗰時嘅霍汶希已經係英皇嘅總經紀人，手上握住謝霆鋒、容祖兒、Twins 呢幾張王牌。公司高層開咗整整2日會議，意見分成兩派，有人主張徹底封殺阿嬌，讓輿論自行冷卻，亦有人認為應該第一時間回應，主動承擔，挽回形象。最終霍汶希拍板，不能躲，越躲越死。佢決定押寶阿嬌，讓佢主動出面開記者會，打真情牌。為咗嗰場記者會，霍汶希同團隊連夜準備，佢安排阿嬌喺發佈會上素顏出鏡，不濃妝不閃躲，面對媒體提問不回避，只講真話。嗰日嘅發佈會，阿嬌幾乎係喊着完成噶。我太天真太傻，呢句話喺電視上播出嘅嗰一刻，輿論開始反轉，好多人從一開始嘅謾罵變成咗同情。霍汶希知道呢一仗佢賭對啦，但佢亦清楚，僅靠一次道歉唔可能讓藝人重新站起來。佢隨即制定咗一整套復出計劃，首先係讓阿嬌徹底消失1年。霍汶希知道娛樂圈嘅記憶短暫，只要時間夠長，輿論就會疲軟。1年後，佢安排阿嬌以嘉賓身份出現喺一檔人氣綜藝節目上，重新講述嗰段經歷。節目錄製前，佢親自陪阿嬌彩排10幾遍，從語氣、眼神到停頓，全都設計得恰到好處。結果節目播出後，收視爆棚，評論區清一色嘅阿嬌好勇敢。霍汶希再次證明咗，佢唔單止係經紀人，更係港圈最強公關操盤手。其實喺呢場風暴裏面，最危險嘅並唔係阿嬌，而係謝霆鋒，因為其中一部分照片裏邊模糊嘅人影被懷疑係佢。外界開始揣測佢會唔會離婚，會唔會退出娛樂圈。霍汶希第一時間揾到謝霆鋒，勸佢保持沉默，唔回應，唔澄清，只做支持妻子嘅姿態。幾日後，佢讓謝霆鋒公開站台，表示會支持阿嬌渡過難關。呢句話一出，直接讓謝霆鋒嘅人設逆轉，從受害者變成咗好男人。霍汶希用一句話救回咗謝霆鋒嘅口碑，亦都穩住咗英皇嘅根基。嗰段時間，佢幾乎係攞命喺度工作，白天處理媒體，晚上安撫藝人。阿嬌情緒崩潰過幾次，甚至有一次打電話俾佢話我唔想活啦。霍汶希聽完乜都冇講，直接趕到佢屋企，把佢從床上拉起嚟，硬生生陪佢去散步，一走就係4個鐘頭。第二日佢又若無其事咁開會，好似乜都冇發生過。佢話經紀人唔能夠喊，喊啦就冇人信你能夠解決問題。除咗藝人，霍汶希仲得面對廣告商嘅清算。阿嬌代言嘅品牌紛紛解約，英皇損失上千萬。佢一邊協調賠償，一邊聯繫新嘅合作方，甚至親自出面游說。佢仲年輕，會重新企起嚟嘅。有人嘲笑佢護短，但佢唔在乎。佢清楚，如果放棄阿嬌，就係放棄自己呢啲年打造嘅信任系統。英皇嘅藝人多，但真正能扛事嘅冇幾個。佢要救嘅唔止係一個人，而係一整個團隊。佢喺採訪中提到嗰段時期話，每日瞓3個小時，電話響就跳起嚟。有一次佢喺記者會上被記者追問，你係咪幫阿嬌掩蓋事實？佢笑住回，事實已經發生，我哋能做嘅就係面對。呢句說話登上咗第二日嘅頭條，被網友稱為最乾淨嘅危機聲明。當艷照門逐漸平息後，霍汶希立刻讓 Twins 組合重組。佢非常清楚 Twins 不僅係阿嬌嘅事業依託，更係大眾嘅情感符號。佢策劃咗一場懷舊演唱會，主打成長友情主題，讓觀眾重新睇到嗰個純真嘅 Twins。演唱會門票開售5分鐘售罄，
現場歌迷舉住熒光牌喊成一片。嗰一刻，霍文希終於鬆咗口氣。佢喺後台對同事講：終於艷照門可以翻篇啦。4. 逆風而行，單親媽媽與再造輝煌。2010年，霍文希遇到咗真愛，對方係易建集團嘅總裁，有錢有勢有手段，係可以同霍文希共同進步嘅男人。兩個人感情好好，有共同嘅語言，一直走到咗談婚論嫁嘅地步。呢個時候，對方提出讓霍文希放棄經紀人嘅身份，安心在家相夫教子。霍文希事業心極強，無法捨棄自己用命拼出嚟嘅地位。思前想後，霍文希決定分手。可冇諗到，分手後霍文希查出懷孕咗，親朋好友都勸佢放棄孩子。當單親媽媽好苦，但佢卻選擇生下孩子，俾呢一個小生命一個美好嘅未來。佢向老闆提出去北京生活，同女兒重新開始。英皇老闆亦好大方，直接任命霍文希為北京分公司嘅總裁，可見老闆對佢嘅器重。霍文希到咗北京以後，冇水土不服，嘩啦啦簽下一批內地新人，仲將實力唱將孫楠招至麾下。之後佢就帶住藝人上綜藝，讓新人同謝霆鋒、容祖兒、Twins 組合不停聯動，效果唔係一般嘅好。一次採訪中，有記者問佢：你做過最明智嘅事係乜嘢？霍文希話就係選擇放棄當明星，去當經紀人。人生好長，只要你唔俾自己設限，唔規定自己非要成為馬樣嘅人，咁你嘅人生就有無限可能。佢冇當成明星，卻把明星們嘅命運握喺手裏。佢冇多過風波，卻一次次把風波變成資源。佢當過擋走嘅經紀人，亦當過單親媽媽嘅掌舵者。港圈換咗好幾代流量，佢仍舊喺台下擰緊每一粒螺絲，預算、檔期、口碑、復出節奏都算得清清楚楚。有人話佢強勢，有人話佢冷，但佢用結果回答一切。藝人暫寬舞台，品牌願意續約，觀眾重新買賬。至於佢自己最體面嘅一句話，大概係不必嫁得好，要活得穩。故事講到呢度，標籤可以放下了。霍文希唔係邊個嘅影，亦都唔係邊個嘅保護殼，佢係將港圈危機當題海，把職場當賽道嘅人。下一回風浪理事，佢大概率仲會企喺第一排。世界好大，我哋從一句真話開始了解佢。感謝你願意聽，我係阿千。如果你中意呢一期嘅內容，記得點個讚，留個言，順手訂閱一下。小題大講，我哋下期再見。